子，你第一次离开京城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？那当然了，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人工雕琢的弹丸之地，哪比得上这自然风光、秀丽景色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个是新娘回门，是民间的风俗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啊，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。朕确实是大开眼界了。不过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，还得抓紧赶路。这输送兵的伤势极重，随时有可能不治，朕得赶着见他最后一面。错了！你出了紫禁城就不能老说朕了，得说我。啊，对，朕，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侍卫骗我的时候，怎么谎话变得那么溜啊？也没见你说漏过啊。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，只不过呢，被我自己圆回来了，没发现而已。某些人啊，自诩聪明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反正这笔账我一直会记着的。好啊，那老大永远记着，小弟我也永远记着。前方路已坍塌，可能需要另辟路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好，你们2个人分头探查。这。那个不是纳赛吗？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干嘛呀？索陀啊，精选了30个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我，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，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。所以啊，就把他们分成了3组，一组在前探路，一组殿后。果然安排的妥当啊。索陀以前只是被鳌拜打压得太狠了，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。其实啊，他还是挺有能力，对朕很忠心的。主子，前行30里非常安全，并无异常。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，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100里外的另一座石桥。绕行100里？是啊。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，为何一直没有修复？这个，看这地界，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？哦，这顺天府尹是干什么吃的？可能他们现在缺乏经费吧？缺乏经费？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上折子弹劾，说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70大寿，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就收了10几尊。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，他就没钱了。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，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100里，百姓们的不便，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？是啊，主子。主子息怒。主子啊，别生气了。这出宫一路上啊，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要是每件都生气，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啊，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册，等回京以后慢慢的处置，怎么样？是吧，索大人？是啊，世淑姑娘说的是啊，主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快！哇！猪哥哥！啊，猪哥哥，你可真厉害，说服了六师傅，让他不再刺杀龙小弟。我不愿意杀他，是权衡局势，从大局着想。但你呢？你不愿意杀他，只怕无关大局，是出于私心吗？哪儿来的什么私心啊？不是私心，那就是私情了。环妹，你对男女之事十分懵懂，我担心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你对他的感情，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。猪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对他的感觉，他就是皇上啊。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小弟罢了，跟你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
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亏咱俩还从小一起长大呢，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啊？好吧，那我暂且相信你吧。嗯。不过如果有一天让我发现你骗了我，我就改变主意，亲手杀了他。朱哥哥，你现在这样的眼神好恐怖啊！有人来了。老大，你洗个手怎么洗这么久啊？龙小弟，你过来啊，这儿的水可凉了。别光顾着玩了，书剑伤得那么重，恐怕撑不了几天了。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知道啦。周子，咱们走吧。累死我了！之前在宫里处处小心，步步为营，都不敢喝我的野山葡萄酒。酒，来吧。哇，好爽！哇，好喝！这个丫头一出宫兴致就这么好。欢妹，欢妹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欢妹，欢妹，开门啊，欢妹！热死我了！哇，好热呀！欢妹，欢妹，怎么了？一准是喝醉了，以前就有这样的毛病，喜欢喝酒，偏偏呢酒量又不行，没喝几杯就醉了，一醉就会旁若无人的且歌且舞。肯定啊，是在宫里被憋坏了，这一出宫啊，就跟撒了欢的马似的。花儿，欢妹，开门啊！花儿，欢妹，花儿，欢妹。好，漂亮，好！姑娘，你下来唱，这簪子就是你的了。欢妹，快下来！简直是不成体统。花儿，别唱了，快进去。可是我还想唱歌呢。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再来一个。我手上这对坠子就当个天头，如果你能让我兄弟高兴的话，它就是你的了。好，继续唱给你们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如果这个耳坠您不喜欢，簪子也不喜欢，这儿还有金镯子哟。下来，姑娘，下来，这个就给你。快把梯子搬过来，快！哎，下来啊！别唱了，快进去，进去。都喜欢听我唱歌，对吧？对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姑娘，也给你戴上。来，伸出手来。金镯子，我才不要什么金镯子呢！不要。这个不喜欢呐？
没事，爷还有杨志毅的镯子呢。环妹，给我下来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老爷！谁啊？谁啊？你呀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搅爷的好事儿！你哪来的？搅你好事怎么？啊！你再动我一下，我动你怎么了？找死啊你！啊！主子，住手！展开，展开！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啊？咱们是来办正事儿的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争风吃醋。你看，走吧。啊，此言差矣，兄弟。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儿了，是我面子的事儿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谁才是王法。爷就是王法。别叫！酒醒了之后，看着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哎呦，公子，公子，多有得罪了。我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丫头，要不您把她让给我，我给您1000两银子。我出2000两，我出3000两，滚！猪哥哥，猪哥哥，哎，我那三，咱们走。